歡迎嚟到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第4集。第4集嘅題目係圍繞住原則2受託職分僕人嘅基本定位。前2集我哋已經進定咗上帝仍在管理嘅根基，以神為本嘅核心價值，以神為本嘅管理嘅第一個原則。除咗記住呢套管理觀念不僅係上帝賜予嘅禮物之外咧，存在佢嘅屬性同埋位格，所以咧不能夠踢走上帝，憑自己去做佢嘅事。今集我哋開始去睇第2個原則，受託職分 stewardship， 或者另一個嘅英文係 entrusted stewardship， 更加能夠表達得清晰一啲。呢個以神為本嘅原則係具體實踐嘅關鍵。人個層面，受託職分嘅概念係俾僕人嘅基本定位同埋態度，決定我哋點樣去看待我哋所擁有嘅一切，包括咗金錢、時間、才能，甚至我哋嗰個生命。呢一種嚴謹有責任嘅態度咧，係建立確立上帝係主人，受託僕人係我哋嘅定位同埋身份。有一段嘅時間嘅潮流咧，信徒咧係會放基督是我家之主嘅裝飾或者牌匾喺屋企嘅，提醒自己以基督嘅心為心，以神為本。咁嘅時候，其實基督是主，咁我哋咪就係僕人咯。走緊全屬上帝呢個真理。以神為本呢個管理第一個原則係上帝向佢創造嘅宣告。人係被創造，要理解佢嘅主權同擁有，徹底係調整心態。從上帝嘅身份講起，上帝唔單止係創造者，佢係主人，所以世間萬有嘅都係佢管理，管理從佢而嚟，而主權係佢嘅。呢個唔係我想象出嚟㗎，係聖經話俾我哋聽，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意思係我哋所管理嘅一切，從我哋居住嘅房屋啦，到我哋所侍奉所用嘅資源啦，其實都唔係我哋嘅。我哋要找緊全屬上帝呢一個嘅真理。另外咧就係當我哋接受上帝嘅主權，真正擁有者咧，我哋執行所有嘅管理工作咧就好唔同啦，係會經過授權嘅程序啦。我哋會生出對上帝嘅同埋受託嘅責任同埋嚴謹嘅態度啦。如果我哋唔承認呢個主權咧，咁我哋喺管理上邊咧，任何嘅行動或者決策咧，就會小心變成一個僭越嘅危險啦。受託僕人呢個位份同界線係點樣嘅咧？既然上帝係主人，咁我哋人類扮演緊咩角色咧？聖經喺創世記裏邊咧就明確回答咗呢個問題啦。我哋係受託嘅僕人。創世記嘅1章26至28節咧，敘述咗上帝俾人嘅吩咐係祝福，然之後咧同埋係受託。而第一樣嘢，創世記嘅2章15節，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修理嘅意思係服務，看守嘅意思係留守。男人係上帝第一個做嚟受託嘅人，授予職責同埋管理伊甸園。上帝嘅助手，上帝之後咧做女人，呢個女人就做呢一個男人嘅助手。呢一個係並冇轉移主權同擁有權咧俾男人或者女人嘅，整本聖經亦都冇呢種嘅記錄。因此我哋得到嘅受託吩咐擔任管理咧，係有個身份就係助手啦。管理不屬於自己嘅嘢或者人。第三，因為上帝呢個受託嘅託付咧，我哋咧就變為咗受託者 steward。有翻譯呢個字做管家，管家稱呼咧感覺上好似比一般嘅僕人係高咗啲嘅，有責任啦同埋權力去處理家住嘅事。無論崗位叫管家、家僕、僕人、經理、助手或管理人咧，
都唔會改變主權或者擁有權，冇轉移嘅。而聖經嘅原意係受託俾助手，係指俾所有人，係冇高低或者性別之分。縱使我哋因信耶穌基督成為上帝嘅兒女，但呢個管理嘅理念咧，仍係僕人去行事。所以呢個創世記嘅2章5節同15節咧，就已經開始人類呢個身份同位份啦。地上還沒有田野和草木，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我哋要重塑受託觀，對抗近代管理嘅遷移。現代嘅受託職份嘅理解咧，受到歷史同埋近代思維嘅影響，已經失去咗聖經大部分嘅原意啦。第一，喺資本主義同物質主義嘅狹窄嘅影響咧，受託職份嘅核心咧，應用係常被誤解為財務監管啦、慈善基金管理或者係資源嘅保護。呢啲嘅理解將受託個嘅焦點咧，係轉到金錢、預算同物質，失去咗同上帝嘅關係呢個核心。第二，一個德國嘅學者提到，許多人咧係認為受託職份係一種家裏嘅管理，忽略咗咧呢個係向着永恆掌管者上帝負責。當我哋只係專注於眼前點樣用錢嘅時候咧，就會失去咗主人吩咐看管嘅原意印記。第三，我哋必須重塑呢個受託觀，重新認識同翻去聖經嘅觀點，將受託職份視為與上帝嘅關係嘅秩序，而唔係物質化財務或者係資源嘅規劃。我哋要因基督嘅救贖做好保護，重塑被歷史發展和近代觀念偏離嘅路。聖經嘅例子同埋態度嘅關鍵，受託職份嘅實踐歸根結底咧，係一種價值觀同心態上嘅轉變，但呢個咧係人嗰方嘅責任嚟嘅。第一，路加福音嘅15章1至到15節，同埋19章11至到27節，都係講緊用銀子嘅比喻，係提醒我哋嘅。作為僕人咧，被授予責任同埋權力去處理主人個資產。主人唔喺度嘅時候咧，忠心嘅管家必須就按主人嘅吩咐同埋完成佢嘅指令。但係如果僕人濫用咗權力咧，主人翻嚟，僕人就會受到嚴厲嘅懲罰，因為咧最終主權根本就唔係只係一個受託僕人嘅身上，主人係最終會翻嚟算賬嘅。第二，受託職份係一種態度，包括要求放下追求做主人同埋領導職份或者係領袖個崗位個慾望，因為一切都係從上帝而嚟，係唯一嘅領導者。受託僕人用保持謙卑嘅心，不容易係被撒旦試探同埋引誘。魔鬼對耶穌基督喺曠野咧，亦都採用咗呢一招嘅，激發道成肉身嘅兩種人性，搶奪上帝嘅主權位置同埋甘心接受只係受託僕人嘅身份。人嘅渴求係唔能夠改變上帝喺聖經嘅教導同埋要求。上帝就係要我哋選擇佢做主人，唔要馬門，做上帝眼中嘅忠心又良善嘅僕人。另一段嘅經文，聖經嘅例子，路加福音12章42至到44節，仲有46節。經文係咁講，主說：那麼誰是那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主人要派他管理自己嘅家僕，按時定量分糧給他們的呢？主人來到，看見僕人這樣做，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嘅財產。那不忠心嘅僕人呢，係受到懲罰，因為佢僭越咗主人個權柄，亦都推卸自己嗰個問題咧喺個主人身上。到我哋小總結嘅時間，受託職份咧係以神為本管理嘅第二個原則，都係支柱嚟。當承認上帝係唯一嘅主權擁有者同埋主人，篤信力行，我哋自然就會放下追求做領導職份或者係領導崗位個慾望，
從屬受託觀帶俾我哋受託嘅責任同嚴謹嘅態度，面對上帝同佢所託付嘅一切，大家渴望上帝嘅讚許，忠心又良善嘅牧人，而忠心同良善呢，都係屬靈嘅果子。又嚟到3條嘅挑戰題目啦。第一條令你腦震盪嘅題目就係受託學嘅概念係咪難以應用呢？喺教會個實際運作，點樣可以確保執事會或者董事會喺行使管理權嘅時候咧，心態咧仍然係僕人，而非主權嘅擁有者？第二條，喺我哋個人或者家庭預算案時候，例如喺消費嘅優先次序啦，如何將我哋只係做管家嘅觀念嚴謹同責任具體化呢？即係咧，唔只係口頭承認，而真心嘅係承認手上個財富100%係上帝嘅。好，第3條挑戰個人，你是否接受永遠只係受託嘅身份呢？可否放下侍奉職份產生嘅名銜光環同埋個崗位嘅職責，接受上帝通過其他人隨時係加多或者係減少我哋去嗰個身份帶嚟嘅嘢呢？下一集我哋會再深入去講受託職份嘅第2部分，學習耶穌基督完美嘅僕人嘅典範。留言俾我講下心得，嚟一齊討論。